好，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帮我把门关上吗？就比较正式一点哈。他到了那个棚里面，大家都坐在你前面，就会觉得哇，紧张的要死，就不适应那个环境。张艺兴，我记得他的音乐是比较快拍的那种歌，所以我很好奇他的 demo 会怎么做。可以开始了。Life is more than just a drama, but I live through. 听见我的脚步声滴滴答跳着舞，在花花世界不分昼夜走着我的路。哎呦，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，我也会忘词。等一下，紧张了，紧张了，真的，重新来一遍啊，重新来一遍。走起来。You think I'm crazy when I'm acting like a fool. Life is more than just a drama, but I'm living through. 听见我的脚步声滴滴答答，应该要有一个词贴着。在花花世界不分昼夜走着我的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抱歉。对，虽然断的，但是能听得很明白。我们非要这么官方吗？不是问题，不知道说什么呀？哇，这个里面好紧张啊！张艺兴，他老是断，我对他的期许其实蛮高的，但是给到我的东西，反正在我的意料之外，没有让我觉得，哦，他好像很认真。那首歌会编得稍微 funky 一点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感觉还挺适合的，有那种感觉。我词都不记得，我唱着唱词都忘了。真的。我自己那个错的真的是很无奈，但进到那个棚里面还是紧张啊，连音都不记得了，真是厉害了，我的天！